女人不穿内衣去攀岩，山高险峻她不在乎，体力耗尽她也不在乎，她目的却是去谋杀老公。为了不被发现，她选择了最危险的路线攀岩，然后隐藏在石缝等待老公先登顶。等到老公在为征服了山峰庆祝时，她愤怒地把老公推下了山崖。这一刻，她终于成功了，但这并没有拯救她失败的婚姻，而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很快，警察赶到现场，经过 DNA 的检测，得知死者名叫老金，年过半百的他，每天都在用极限运动充实自己。而警员大海在调查后，很快就嗅到了一丝可疑，死者的遗物上都有 logo， 甚至老婆瑞来肚子上也有一个，这是极端占有欲的表现。而当瑞来前来认尸的时候，手臂上有着明显的抓痕，脸上也没有显现半点悲伤，甚至还时不时的暗地里发笑。经过深入的调查，瑞来被死者长期家暴，淤青遍布全身，而这遍体鳞伤的身体正是瑞来的杀人动机。大海马上将其列为头号嫌疑犯，但瑞来却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老人说案发那天是周一，瑞来正在他那里当护工，手机里通话记录也证明了瑞来没有说谎。但离奇的是，法医在老金的指甲中提取到了瑞来的 DNA， 大海马上把他喊回了警局，让他重新配合调查。但瑞来的解释又无懈可击，她表示丈夫经常家暴自己，案发前一天晚上，丈夫要求自己陪他一起去爬山，自己以恐高症拒绝了他，谁知丈夫就恼羞成怒动起了手，导致她不但手上有伤痕，就连大腿也有着长长的一道印子。说完就撩起长裙向大海展示伤口。大海本想避嫌喊女警过来拍照取证，结果瑞来却说道 괜찮아요。 大海拿起手机准备拍照，瑞来又表示 괜찮아요。 但到四目相对，他又后退了一下，像是紧张，更像是害羞。这个美丽又神秘的少女，让大海已经神魂颠倒，不由自主的就把本应严肃的审讯室变成了相亲现场。不仅和他有说有笑，还贴心的邀请他吃了当地最昂贵的寿司。过程中，大海询问瑞来为什么会恐惧山峰。孔子说过，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我喜欢海。说的大海云里雾里，好在有手机软件的翻译，但女人没想到，大海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饭后洗漱的时候，大海还亲自为女挤上了牙膏。虽然两人仅仅认识了不到几天，但看得出来，大海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女人，已然忘却了她是嫌疑人的身份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大海继续监视瑞来，发现她的生活极其的简单，大部分时间她就是在家里吃着冰淇淋看着电视，唯一的外出就是喂养一只流浪猫。这天夜里，猫作为感恩，给瑞来带来了一只乌鸦的尸体，她一边掩埋着乌鸦，一边自言自语。你要是非要想送我什么礼物不可，因为刑警，去把他信拿来给我，我有点想要。这话把一旁正在监视的大海撩得心花怒放，一直失眠的他竟然在车里睡着了。第二天还被早起的瑞来发现。 Good morning。轻轻的一句早安，温暖了大海的一整天。就连回到警局，他也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他的语气。不知不觉中，大海已经被这个神秘的女人深深吸引，甚至还会幻想自己会在瑞来身边，为他端着烟灰缸，闻着她迷人的体香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警局又收到了关于女人的新指控，说她在中国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的母亲。为了洗脱罪名，躲避警察的追捕，她改名换姓逃到了韩国。可她没想到的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自己犯下的事情很快便传到了韩国警方耳中。警官大海连夜发短信质问瑞来，没想到他只回复了3个字：这个琢磨不透的嫌疑犯，竟然让大海欲罢不能，以至于前往瑞来家的路上还剃了胡子，然后霸气地质问道：왜 경찰을 집으로 오라 마라 합니까？ 结果瑞来却出奇的淡定。 어차피 자주 오시지 않습니까？ 这话让大海一时不知所措，瑞来这才坦言自己的母亲患有绝症，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与其苟活于世，还不如彻底解脱。在母亲强烈的要求之下，自己没办法，只能采取了安乐死。大海听后也理解了他的难处，同时瑞来为了证明老金的死与自己无关，她还从柜子里翻找出了丈夫的遗书。原来老公当签证官受贿的事情已经被人捅破，早有了轻生的念头，所以才会以跳崖的方式寻求解脱。大海不理解瑞来这么漂亮，为何要嫁给这个糟老头子。原来瑞来偷渡来韩国的时候，遇到现在的老公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她才成了韩国的合法公民。大海拿着遗书找到了公检司法部门，律师查看了半天，觉得这份遗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大海便以自杀草草结案，还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瑞来。为了庆祝洗脱罪名，大海把瑞来喊到了家中，还特地为他做了一盘中式蛋炒饭。同时瑞来也发现大海这段时间在偷偷学习中文。在这之后，两人就确定了正式的恋爱关系。他们用同一支润唇膏，一起去寺庙祈福，一切貌似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现在就要发生意外了。第二天瑞来有事脱不开身，便让大海帮自己去照顾那名老太太。结果大海却意外发现，老太太在老金死亡的当天曾爬上过138层楼的高度，一个年过70的老太太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力。而且巧合的是，老太太的手机和瑞来的还一模一样。大海立即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，他问老太太老金死亡当天瑞来家里照顾她了吗？结果老太太回答只要有护工来，那就是周一。这一刻
真相呼之欲出。大海认定瑞来当天趁老太太熟睡之后，与他交换了手机，接着从后窗逃走，提前抵达山上。等老金爬到山顶休息的时候，再把他推下悬崖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，大海亲自爬上了那座事发的大山，而手机里的数字也不多不少，来到了138。他再次找到了瑞来。面对天衣无缝的推理，瑞来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。大海不解地问道：“这段时间他装得这么温柔，是不是就想着利用自己？”但瑞来却否认了他的猜想。他紧紧地抱住了大海，哭诉着对他的真心。大海的心里五味杂陈，自己当警察的初衷就是为了匡扶正义，结果现在却和犯罪嫌疑人混在一起。最终大海没有选择揭发瑞来，还让瑞来把作案的手机扔到海里，不要留下任何证据。接着又告诉瑞来，自己对他的爱已经结束，但他不知道，瑞来对他的爱才刚刚开始。不久之后，瑞来便选择了闪婚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现任老公小何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骗走了一位母亲所有的积蓄，母亲的儿子找到了瑞来，将他一顿暴揍，还限他们在3天之内还清所有的钱款。没办法，瑞来只能搬家，跟她的新老公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生活。但也不知道是缘分太大，还是国家太小，在这里他再一次遇见了曾经深爱的大海，所以悲剧又发生了，小何又离奇的死在了家中。明明失血过多而死，周围却是离奇的干净，丝毫没有一点血迹。这样离奇的案件很快把警方吸引了过来。大海赶往现场之后，仅仅是看了一眼，就断定男人的老婆就是杀人凶手。和上次一样，瑞来还是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据，但大海再也不相信他再次找到了瑞来。这是两人分开之后第一次单独见面，曾经形影不离的恋人，如今却反目成仇。明明近在咫尺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仿佛隔了一座岛屿。大海认为瑞来是仗着自己喜欢他，才继续这样为非作歹，但这次他选择遵从自己的初心，表示如果瑞来拿不出真实的不在场证明，自己绝对不会心软让他继续逍遥法外。在之后的调查中，同事发现凶手是个左撇子，而瑞来的惯用手却是右手，但这样的推想却被大海一票驳回，因为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，自己现在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之后他们把瑞来喊到了警局進行调查，大海十分不解，为什么瑞来要接二连三的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结婚。 헤어진 표식을 하려고 했습니다。这样的回答让大海心头一颤，但他已然摸不清瑞来说的是不是真话。第二天走访调查的时候，有目击者声称案发当天在海边好像看见了瑞来，虽然说衣服并不是这件，但是身材和样貌看上去并无二样。不过只有大海清楚，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就是瑞来。当天晚上，大海再一次登门拜访，眼见事情瞒不下去了，瑞来只好说出了实情。那天下了班回到家中，她发现丈夫死在了泳池里。她知道这片辖区归属于大海管辖，也知道她天生就不喜欢血腥味，于是贴心的放干了泳池的水，并贴心的把丈夫拉到了岸边，又找来水枪给他做了个脸部死亡，接着又把泳池里所有的血迹擦得干干净净，最后把那件沾满血迹的裙子烧成了灰烬。这样毫无逻辑的借口放在常人身上根本不可能相信，可无奈大海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，最终只判定瑞来销毁命案证据，把他带回警局关押了2天。但接下来的调查中，小助手又在瑞来的手表中提取到了一段录音，录音中有个奇怪的男人威胁瑞来，表示如果他的母亲死了，就会杀了瑞来的老公，而这个男人就是被骗母亲的儿子。警方把对方喊到了警局，最终他还是顶不住压力说出了实情。第二天，大海根据瑞来手指的方向，派人下海进行打捞，很快就在水中发现了一部手机，而大海也在这部手机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原来小何发现了瑞来手机里与大海的电话录音，也就是大海包庇瑞来的证据。如果这通录音泄露出去，大海的事业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，甚至被判入狱。为了保住大海，瑞来被逼无奈，这才利用了被骗母亲的儿子杀了小何。得知真相之后，大海赶忙给瑞来打去了电话，让他不要再做傻事。可谁曾想，瑞来如今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。他认为自己和大海的爱情十分畸形，根本不可能会有正果，自己已经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麻烦。于是瑞来驾车来到了海边，在沙滩当中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，随后毅然决然地跳了进去。随着海水涨起潮落，坑洞也一点一点地被淹没，而他这悲惨的一生也随之一同逝去。而当大海赶到时，海水已经退去，他疯狂的呐喊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殊不知自己和瑞来的距离其实近在咫尺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明白，这个中国女人内心充满了对他的爱。他只能无奈的在汹涌的浪潮中，一边又一边喊着瑞来的名字，